魏三大营刚刚征召的3万新兵，一人雕一个龙尾神吧。这是挂坠上的神像。是的，陛下。龙尾神是保佑祝年的天神，雷州之外少有人信这个。臣妾刻它，就是想讨个好意头，希望龙尾神可以护佑平安。护佑平安。你人在这深宫之中，自有朕来保护你的平安。那你刻这个，是护佑谁的平安？是黄泉营的汤前字，还是济风馆的方海市？不为任何人，只为我自己。自己？提兰的生母出身卑微，经常教育提兰要看得清自己，区区此身，并没有可以护佑他人的能力，只为自己而已。朕也是庶出，生母尚在世时，她也总是教朕，让朕处处忍让。可后来朕才知道，这世上的事情原不是样样要忍让的。陛下，子簪跟你就完全不一样，他总是想着要守住身边的人。子簪曾经为了即将出征的战士，雕刻百戏，来求他们平安。那你便效仿他。魏三大营刚刚征召的3万新兵，一人雕一个龙尾神吧。陛下饶命！淑容妃只有一双手，如何刻得出3万个护身符？是啊，陛下饶命！臣妾遵旨。淑容妃，穆德庆，奴婢在。把雕刻用的材料给淑容妃送过来，她短什么缺什么，立刻让府库给她雕。是。一个人的心里，若是当真有谁，是不可能只求自己的。你会因为他笑而笑，你会因为他流泪而流泪。你知道终有一日你们会分开，所以便暗自祈求，希望可以活得久一些。可当他真的走了，你会恨自己活得太久了。那日你说，只要朕高兴，让你学子簪也可以。朕告诉你，子簪已经走了，朕永远都不可能高兴。